好似係啊呢度啊，有㗎啦有㗎啦，放佢。應該會走啊！哇，好遠啊！哇，好似呢啲啊，真係大樹一齊啊！哇，自己會有呢隻話，你就要你啊，邊個朋友？你大家頭好似心意喎，跟住落去啦，即係黐埋一齊。四隻車入一隻彎啊，小心隻途中彎。我又冇電啊，好老闆啦已經。冇錯啊！1分鐘之後頭先係新嘢啊，二車啊同多車你都3車志邦嚇，4車 Billy，5車 Eric，6車阿乜，7車阿權，8車邊李遠，9車邊子。阿健佬係咪分咗2萬條？哎呀，志邦打咗2嘢之後攞住咗係要。阿健佬係分咗2啦。頭車咧就係呢個08北京奧運花嘅新美亞，2車電波 Sherry RC 北嘅老細啊，3車 Billy Ho 電波車仔 RC 北嘅車仔，6車阿媽玩開油車，咁啊有啲好朋友介紹佢嚟玩電車，咁啊睇嚟講都好似玩到啊好靚好靚，小心小心！哇！嗱呢組咧係好有性能啊，即係唔好似啲德國港車賽咁樣大家鬥快啊！3分半鐘，頭車就係新義啊，2車啊，電邦，3車 Billy，4車阿權，5車 Eric，6車志邦，7車邊子，8車阿乜，9車車李遠。應該帶咗你電話嚟㗎，咦唔係喎，即係你睇到喎，電話你話增加半年嘅路價，即係係先。我班佬知唔知啊？阿明好忙啊，要嚟啊啫。嗱，後邊4部車跟到好似啦，嗱阿志邦啦，跟住有啊，跟住邊姐係嘛，跟住仲有呢個阿車李宇啊。哇！呢啲哦，呢啲係點翻嚟啊？呢啲我哋你哋4個咧就係揸緊最尾嗰架車啊，你哋揸緊最尾嗰架車啊。或者你後邊有頭車嚟緊啊！08奧運花喺你後邊，哇！唔使波得太出。哇！好嘢，鬥得住啊！嗱，2車就連江粉同啊，連江粉同埋1張卡，1隻彎多啲啫啊！咁啊最近頭車啦，頭車可能有啲彎啲啊。邊子同埋車呢又有㗎，咁啊即係頭先車有㗎，如果我哋上開你行㗎。
可能你係過年啊，跟住啊 EP-FF2 領組 D 組嘅菜園，D 組嘅菜園可以攞你哋部車出嚟裝車打住你呢個，跟住 FF2 領 D 組嘅菜園可以攞你部車出嚟裝車打住你呢個。上身適合嗰條腿嘅，搞到呢個嘢，因為下次可以有街，可以有一場咧要街機之後啊，有一次嘅街機嘅話，咁係要對車多嘅。頭先換晒拉翻開始嗰個啊，多咗點嘅啦，一條路打咗。後車同二車你相差3秒鐘啦，3秒鐘。咁頭先咧，我嚟車嗰個邊度咧，啲技術性發展啦，頭先咧由頭加到尾，最後咧3點嘅粒仔啊，最終咧就係要得咗係4分啊，4分。嗱，你哋嘅今年我哋為呢個北京08奧運打氣 ，thank you。好嘅，thank you。頭車幾好啊，而家用佢。而家佢話連裝可能出車嘢，三車呢樣嘢三車 Billy， 三車 Billy， 佢哋3個都係啲電波友嚟㗎，3個。係喎。咁你對車邊個嚟啫？對車阿權。對車就唔該，我哋多車喺7年4嚟啊！好啊，好。恭喜曬電波車仔來接呢個邊組3、4年啊！未啲，仲有時間，隨時4架都嚟爆仔嘅，好難講。仲有40秒啊，整埋40秒佢。仲有30秒啊！我哋聲打啦，聲打邊組最快嘅賽員，咁就聲打部啦，呢個係喎。8分鐘就頭先翻嚟衝線啦，OK，收車。